教会亲像主所赐予咱的三个核心的价值，咱真做听祈祷传福音的教会，咱特别爱为着咱的教会会当搁较侪领受上帝所赐予咱搁较侪能力甲使命，互咱会当伫即个世代当中来为主来做见证。咱特别为着廖牧师来祈祷，廖牧师即2礼拜到伫缅甸伫当中来服侍。咱特别求主来引带、来带领，互伊伫当地服侍是带着主对主所来的能力，互伊会当伫服侍当中会当搁较侪经历上帝美好的恩典。咱嘛为着咱的教会，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感谢主伫正月初早的时阵，有真侪兄弟姊妹会当来到伫教会当中，同齐伫即个主日崇拜当工的即个训练当中，同齐来接受训练，同齐来接受装备。咱求主亲自引带咱，互咱的教会兄弟姊妹会当搁较侪回应上帝的呼召，会当同齐来建立咱的教会，来起造咱的教会，成做上帝所乐用的器具。咱特别着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廖牧师伫缅甸的服侍来祈祷，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听堂主，听堂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阿罗你，主啊，只有你是阮活命当中的主，只有你是阮活命当中唯一的倚靠。所以当阮来到你的面前，所以阮的心有真济忧伤重重。但是阮知影上帝你甲阮同在，阮知影上帝你永远踮伫阮的内面。主啊，互阮伫当中搁较侪经历上帝你所赏赐的平安，你所赏赐的福气。互阮伫当中搁较侪看见上帝你美好引带踮伫阮的内面。主啊，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的心来仰望你，阮的心求你亲自来引带，求你亲自来带领，互阮每一天每一个脚步是对主你来行。主啊，感谢你，愿你的听堂，愿你的主来显明伫阮的内面，特别求主你甲廖牧师同在，看顾伊，保守伊伫宣教行程当中，满满有上帝祝福，满满有上帝引带。主啊，互阮成做上帝你所赐予阮这个使命，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主，你着差遣廖牧师，你着陪伴廖牧师，你的圣灵着甲廖牧师同在，要伫所有的所在，要来为你见证你荣耀的名。主啊，愿你的心意亲自踮伫阮的内面，让阮的活命，万伫上帝你的友人当中，搁较侪经历上帝你美好的祝福甲恩典。感谢你，愿荣光，愿你的同在显明伫阮当中。感谢你，阿罗你，哈利路亚，谢谢，哈利路亚。咱嘛继续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特别为着教会修宪的工程，这个事工来祈祷。教会修宪的工程已经计划有一段时间，咱毋望上帝会当伫咱当中，搁较侪来引带咱，互咱不只是伫这个软体当中，就是咱每一个人，咱会当来受到上帝引带，会当来成长。互咱伫教会硬体，咱嘛会当受到上帝恩典看顾，互咱的教会。伫这个礼拜堂当中，有真侪需要来修宪，真侪需要来改变的所在，求主赏赐予咱有智慧，知影怎样来做，互咱的礼拜堂会当伫未来继续成做这个世代荣光上帝名的器具。咱就特别为着咱教会修宪的事工，咱同齐伫主的面前，同齐开声来祈祷，请。主，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主愿你的听堂，愿你的旨意显明，互阮伫当中会当知影，是上帝你甲阮同在，是上帝你的引带，是上帝你的带领。主啊，你赏赐，你组织，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同齐伫即个礼拜堂当中，阮诚侪教会，互阮的教会，毋是干那伫即个每一个。兄弟姊妹，阮的活命会当成长，阮的教会嘛会当借着上帝你所赏赐予阮的恩典，借着上帝你所
为阮备办这金钱、这材料、这文书、这材料，会当同齐来起造阮的教会，会当同齐来为阮的教会来见证上帝你的名。主啊，愿你赏赐互阮伫当中有智慧，知影怎样对你来行。愿你的心意，愿你的旨意，引带阮行头前的道路。互阮的教会会当伫这个世代当中，伫这个社区当中，成做社区的平台，会当引带人更较侪来认捌主，更较侪来引带人来进入到伫上帝你荣光的国度内面。愿感谢你，愿你亲自引带，愿你亲自带领。感谢你，谢谢主。万军的耶和华，阮的上帝，阮仰望你，阮感谢你，因为你带领阮，互阮伫主你的面前，阮成做耶和华的军队。主啊，虽然靠着阮家己，阮袂当做啥物，但是因为上帝你甲阮同在，因为上帝你的真理的话语来引带阮，互阮对你来行，阮的活命就活出对你所来的能力，对你所来的荣光。主啊，求你亲自来引带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伫活命当中，更较侪仰望你、亲近你，更较侪用阮的活命来回应上帝你的心意、你的呼召，互阮的教会会当同齐组织，每一个兄弟姊妹同齐组织，伫这个世代当中，成做上帝你荣光美好的见证。愿感谢你，愿你亲自引带带领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活命当中，互阮的活命同齐伫上帝你的恩典当中受起造、受装备，互阮的活命靠着你来得胜。愿感谢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咱今仔日的主日崇拜，咱请建基兄来报告。我下面我来做消息报告。1月19到27，廖牧师要去缅甸培训侍奉，敬请兄姐为咱牧者的侍奉来直立，行程平安，祈祷来守望。感谢第2点，感谢兄姐乐意回应参与教会各项的侍奉甲培训，敬请有备心来服侍，日后敬请配合各项的侍奉的召集甲训练。第3，1月25，就是今仔日下晡2点半，举办一个讲座，叫做创新解码，以色列用科技改变世界。台湾要安怎甲伊合作来发展？这个地点是伫这个鸿运文创中心，南区新中路14号到安平港的区了。讲座前有诗歌的献唱，欢迎兄姐来参加。第4，1月26到28，就是拜9拜3。咱南部教区牧家的旅游，咱要去这个嘉义少伟传道夫妇甲新环传道夫妇，拢要做伙参加。请为出入的行程来平安大道。正月28，礼拜3暗时8点，咱有祈祷会，要改做这个线上来举行，请兄姐注意，并且鼓励兄姐做伙来上线，同心为教会祈祷守望。第6，2月7日下礼拜日下晡1点，咱伫教会3楼要召开2月份的定期的集事会，请集事同工注意时间，
出席会议。第7，2月初7，礼拜六中昼11点半，举行全教会联谊餐会、分享会、自产的分享会。地点是小西门里活动中心，敬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以一家一菜方式来进行。请到招待桌登记。后来我早起我看伫遐呢，密密麻麻，我是讲迄写啥物个后迄落，后人做汤，后人做摕啥物物件，做老练哦，做互以上报告。敢有补充报告？若无，咱要请敬拜团。各位兄弟平安，哈利路亚，阿门。表示咱昨暗拢困足好，咱的身体健康，灵魂兴盛，阿门。好，咱精神袂歹咱要为咱的座位起立，咱要来唱歌来学乐上帝。伊是咱的上帝，伊是咱的王，伊是得胜的大君王。哈利路亚。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里，耶和华你之大，着受大乐，你的大无法测度，对一代到一代学乐你大作为，保养你大权能，直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里。耶和华你之大，着受大乐，你的大无法测度，对一代到一代学乐你大作为，保养你大权能，直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里。耶和华你之大，着受大乐，你的大无法测度，对一代到一代学乐你大作为，保养你大权能，直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里。咱的上帝，伊是万军的耶和华，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伊本为大，本受极大恶乐。咱每一天拢要来称颂伊的名，咱永永远远拢要来学乐伊的名。这是咱归声来祈祷，上赞这位大有大作为、大权力的上帝。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学乐你，来感谢你，你是万神的神，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主啊，你配得阮一切敬拜甲学乐。主啊，天顶地下，唯有你是上帝，唯有你是独一的真神，永远我的主。你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上帝。主啊，我们来学乐，我们来感谢你，你
为阮所做的一切。哦，主啊，你管顾世间人，互阮伫你的内面得到济济才会看顾保护。你小事互阮平安，小事互阮喜乐，也互阮跟对耶稣。主啊，阮会当得到济济才会稳定甲祝福。主，阮要为阮的世世代代，拢要来学了你的名，拢要来颂赞你的大权力、你的大作为。主，你的名要传到列国万邦，拢要来学了，拢要来感谢你。哈利路亚！也要将所有荣耀、荣光，拢要归乎你。哈利路亚！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里。耶和华你一大着受大恶乐，你的大无法切度，对一代到一代学了你大作为，保佑你大权能直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里。耶和华你一大着受大恶乐，你的大无法切度，对一代到一代学了你大作为，保佑你大权能直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里。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里。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里。哈利路亚！咱将所有荣耀、荣光、感谢，拢要归乎咱的上帝。哈利路亚！伊配着咱的敬拜和学乐，请坐。主，我们永永远远来学了你，来称颂你的名。你是阮永远的产业。主，伫阮的一生的旅程当中，有时阮会拄着艰难挑战，拄着身体病痛，拄着济这的无法度好处理的代志。主，当阮亲近你的时，主你着帮助阮，你着甲阮同在。主，有主伫阮一生内面，阮是何等大的福气。阮也讲，阮要一生来跟对主，行上帝你为阮备办的旅程。
我要亲近你，每一天我拢要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甲主同在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美善。主，我要一生拢甲你做伙，一生拢来亲近你。主是我永远的山羊，也为朋友甲性命，我一生所行路程中，困求主甲我同行，亲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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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所行路程中，困求主甲我同行，我不求世界的烦恼，也不求世界的名，我愿忍受任何艰难，只求主甲我同行，亲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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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忍受任何艰难，只求主甲我同行，伊带我过新幽谷，渡过可爱的路程，当天顶阳光光大开，我甲主同进天庭，亲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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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顶阳光大开，我甲主同进天庭，亲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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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顶阳光大开，我甲主同进天庭，亲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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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顶阳光大开，我甲主同进天庭。好啦，每一天拢有一段时间甲主亲近的时间，也互咱哪亲近主，主伊就会亲近咱。咱若进到主的内面，主就伫咱的内面，也互咱知影，咱毋是孤儿，咱是上帝的囝。有主甲咱同在，咱啥物拢毋免惊。互咱真正这个世代，有济这的苦难，但是伫主的内面有平安。互咱定定亲近主，咱就知影伊是一位搁真搁活的上帝，伊是活伫咱的心内面，活着这个世界。所以咱毋好甲上帝当作搁足远足远的，上帝是伫咱的心内面。咱若要祈祷，咱要祈求的时，上帝就听咱的祈祷，互咱的一生来经历，伊是搁真搁活的上帝。所以咱时时来亲近主，来倚靠主，互主来引带带领咱的一生，互咱会当真正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会当进入上帝为咱备办的这个永生的门，互咱家主拢会当当伫天堂内面，迄时阵，咱就爱享受上帝享受互咱讲，咱是忠心的仆人入来享受主的快乐，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这永远这个福分。完了，咱来感谢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搁一家来亲近主。亲近主，
天堂。们，主，阮感谢你，为阮开这条搁真搁我的路。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活命。透过你的话语，每一天来更新阮，互阮真正耶稣基督是阮一生上大的倚靠。也互阮会当伫你的内面，常常有你的话语来坚固阮的心，互阮无效法的说的世界。因为阮常常伫罪恶当中，阮伫软弱当中，只是阮要来宣告主你的疼。哦，阮要来软弱，要得到改变。主啊，阮的这罪恶，拢要受到耶稣基督你来赦免。主，阮要即时靠着耶稣，每一天来得胜。你是得胜的大君王，要引出你的百姓，拢每一天来得胜。只是咱请兄弟姊妹，咱为咱的座位起立，咱甲主宣告讲，每一天拢要靠主来刚强来得胜，得胜有存。阿门。你的爱里，我要宣告，我乱了你改变。你的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爱。听从阮的悲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引带阮的活命，感谢你引带阮的活命，
互阮的活命会当靠着你来得胜。阿门。主啊，虽然阮过去踮伫黑暗罪恶当中，虽然阮过去行伫歹路当中，但是因为上帝你引带阮，因为上帝你带领阮，当阮明白你的时阵，阮的活命就无搁再甲以前共款。阮能行你伫上帝你为阮所备办迄个光明的道路当中。主啊，阮感谢你，阮仰望你，仰望你的带领，仰望你引带阮行伫正路当中，互阮知影要怎样对你来行，互阮照着上帝你的话语，阮会当刚强来得胜。主啊，你帮助阮，互阮软弱成做刚强，互阮凄迷会当看见，互阮摆骹的拢会当行路，互阮会当看见伫阮的活命当中，因为你的引带，阮有美好的愿望。主啊，我求你来引带，来带领安乐圣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伫上帝你的旨意内面，继续对你来行，行伫上帝你为阮所备办光明的道路当中，互阮一生一世靠主你来得胜。愿荣光、愿颂赞归乎你，因为你是阮的主，你引带阮每一天的道路。愿将荣光归乎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咱同齐来用主驾驶咱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愿的历史今仔日赏赐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你的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坐。这是咱要来读启应文第4篇，我来客兄弟来引，何个所在，咱大家做伙来读。诸天述说上帝荣耀，即日到迄日发出言语，无言无语，也无声音通听。上帝伫其中为日头安设帐幕，伊对天这边出来，射到天迄边，无啥物受稳重，无得伊的烧气。阿门。这是咱要请少伟传道来见证，来证道。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每一摆当咱会当看见咱的兄弟姊妹伫主日的时阵，同齐组织，同齐来敬拜上帝，这就是真欢喜、真美好的代志。因为上帝甲咱同在，因为咱会当继续用咱的活命会当来敬拜上帝，这是何等美好的代志。咱同齐来掀开今仔日周报第4面。也是，咱若有早咱家己的圣经，咱嘛会当来掀开咱的圣经。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有2段经文，是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5节的经文，以及以弗所书第2章19节到22节的经文。现着，请咱着同齐同心来上读这2段的经文，请。主乃是活者。果然是受人所弃绝的，却是受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恁来到伫主的面前，也就像活者，受弃做正做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安尼，恁就无搁再做活人甲旅客，是甲圣徒共国。是上帝厝内面的人了，并且受起做伫使徒甲先知的根基顶面，
有基督耶稣家己做处角色，各帮靠伊联络得学习，渐渐成做主的圣殿。恁也靠伊当受起造，成做上帝借着圣灵徛起的所在。阿门。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主耶和华，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你真做阮活命的瓦靠。当阮来到伫上帝你的恩典当中，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同一个组织，阮着真做教会。互阮的教会行伫上帝你的正路当中，阮看见上帝你怎样引带阮、带领阮，互阮的教会伫真理当中一步一步来成长。主啊，求你亲自来带领阮的脚步，互阮每一届，当阮伫你的话语当中领受上帝你的启示，领受上帝你的亮光，阮的活命就搁较济明白。阮要怎样对你来行？每一摆，当阮咧听到的时阵，阮用敬虔、敬拜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阮要继续伫上帝你的话语当中敲找你的心意，愿你亲自引带带领。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要来分享的经文，这两段经文当中，其实是咧甲咱讲同款的代志。今仔日的题目叫做“起造成做灵宫”。上帝借着借着耶稣基督为咱来死，搁活，互咱的活命会当靠着伊，会当得到一个新的活命。当这领受新的活命的人，当一个组织。就成做教会，教会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当一个组织，当一个来敬拜上帝，当一个伫当中来军队上帝的一个团体。所以教会伫当中，教会毋是干那是一个建筑物尔。虽然咱的教会可能咱会当看到，咱的教会建筑物起了真正足水，但是无论教会建筑物起了偌水，迄拢袂当正代表一个完全的教会。搁较重要的，就是咱伫教会当中每一个兄弟姊妹，即个群体较称作是教会。所以伫这当中，彼得伊伫彼得前书当中，伊用一个起造来成做一个比喻来讲，咱要怎样来成做一个教会？咱要怎样来成做一个教会？即时咱着来想看觅，可能伫咱当中，咱无一定每一个人吼拢有起厝的经验嘛。可能有一寡人，咱厝内面有经过起厝的即个经验，但是可能毋是每一个人拢有。但是咱会当来想看觅，咱敢有吼可能咧要家具转来，要家具转来伫厝内面的时阵，有一寡家具吼去家具店，一寡家具店也是讲咱也是去。用网购吼咧买家具的时阵，咧买转来时阵，拢安那，拢是逐项的零件啦，逐项零件，但是安那爱家己来斗，家己斗好，这较会成做一个家具。咱会当来想看觅，咱咧斗即个家具的时阵，咱拢咧想啥物？可能有一寡人。伊有真有头脑吼，会当知影哦，看到这零件就知影怎样来甲伊斗起来，会当成做一个完整的家具。但是有时阵呢，咱咧斗家具的时阵，就照着咱所想的来斗，就斗的就看，那会我已经斗好啊，那会遮个有剩一寡零件，毋知这零件吼要做啥物路用啦，就想讲，我斗这就哪像已经好啊，已经会当用啊，这是安那是。备用的吗？还是啥物？其实咱若是咧到即个家具的时阵，咱若是无去看讲内底这个说明书、这个设计图，咱可能就毋知影原本即个设计即个家具的人，伊是为虾米要设计这个零件，或者零件会当伫当中斗做伙，才会成做一个完整的家具。所以咱爱来思考即件代志。教会嘛是共款，彼得伫当中，伊用即款的形容，
伊用这款的比喻来形容讲，为什么教会就亲像起厝共款？教会就亲像咱咧斗遮的家具共款。咱每一个人就亲像是遮的大大细细，即个形状拢无共款的遮的零件。但是虽然咱每一个人无共款，但是安那，若是咱敢若是安那，咱照家己的意思来斗，安尼就剩的物件，就是安那，就甲伊放做伙，就亲像一堆杂物。咱无有甲每一个零件放伫对的位置，放伫合适的位置当中。但是呢，咱若是有一个设计图，咱若是有一个设计师会当来引带咱就知影，咱的画面会当照着上帝的设计图，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放伫适当的位置当中，咱才会当成做一个发挥原创的设计，即款功能的建筑，即款功能的器具。所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爱知影一件代志。使徒彼得伫当中用即个比喻来讲，恁是亲像活石，恁是亲像活石，恁要受起造，正做灵宫。因用一个起造这比喻来讲，教会就是安尼。教会是爱受起造的，教会毋是咱每一个人组织做伙，安尼就变做是教会啊。咱若组织做伙，但是咱每一个人无放伫对的位置当中，咱每一个人无有发挥咱家己的功能，安尼就真可惜。对咱来讲，可能就是敢若一部分的人斗做伙，但是其他的人就亲像边仔的杂物安尼共款。所以，咱伫当中，咱爱来思考，彼得前书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甲咱讲，主乃是活石，个人是受人所弃绝的，却是受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恁来到伫主的面前，也着亲像活石，也着亲像活石，活的石头，受起造，成做一个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成做耶稣基督奉献。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伫当中讲到有3个重要的名词，咱就今仔日，咱就对这3个名词伫当中来思考。第一个，咱讲到咱是活石；第二个，咱讲到咱受起造，成做灵宫；第三个，咱讲到咱成做灵宫了后，咱的活命有一个目的，要成做圣洁的祭司。这个祭司是为着要来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咱今仔日就对这3方面，咱要做伙来思考。首先，咱来思考，什么是活石？什么是活石？圣经当中，彼得甲咱讲，恁来到伫主的面前，也着亲像活石。伫彼得的迄个时代，起厝啊，就是用石头、用砖头伫当中来起厝，这无亲像今仔日的起厝，已经是用什么钢筋水泥伫当中要来起厝。所以伫迄个时阵的起厝呢，就是一块石头，甲伊斗做伙，甲伊起成做一面墙，甲成做一个规个建筑。所以伫当中，石头就是起厝的材料，石头就是起厝的材料。首先，咱就来看活石的意思。原本照着常理来讲，石头是一个冰冷、是无活命的一个矿物。咱若想到石头，就敢若想到讲，伊是定的，袂震动的，这个矿物安尼尔。但是彼得甲咱讲，咱每一个人嘛是石头，但是咱这个石头呢，是甲这个无活命的石头是无共款的。咱的活命是受到上帝所拣选的。上帝看咱诚做宝贵，互咱会当诚做上帝所赋予咱有这个新的活命的建筑的零件，这个材料。所以，咱每一个人诚做活石的意思，就是既然咱信了基督，咱的活命就甲基督共款。咱受上帝所拣选，咱受上帝所宝贵。
咱因为上帝拯救咱的活命真做是一个新的活命。咱是一个有活命的石头，咱是一个有活命的石头。咱要怎样来理解这段经文呢？其实，咱头拄仔所读的另外一段经文，保罗伫以弗所书当中就安尼甲咱讲。保罗的以弗所书的第2章这段经文，会当完全来解说彼得前书当中所讲的代志是啥物。保罗伫当中讲，安尼恁无搁再做外人甲旅客，是甲圣徒共国，是上帝厝内面的人。这就甲咱讲咱身份的转变。咱身份的转变，咱无搁再甲以前共款，咱是一个旧的活命。咱伫主的内面，咱得到一个新的活命。咱无搁再做外人甲旅客，咱是一家人。咱拢是上帝厝内面的人。所以，咱因为相信耶稣，咱因为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咱的活命就成做上帝厝内面的人。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咱拢是一家人。咱是一家人。为什么咱会讲咱拢是一家人？为什么咱会讲咱拢是上帝厝内面的人？当咱伫教会当中，咱每一个人称作是兄弟姊妹。这个意思就是讲，咱每一个人，咱无搁再是外人啊。咱无搁再是讲哦，咱来遮吼，咱是做安那，咱是做人客。做人客就是安那，做人客就是来到伫即个厝内面，主人家就爱伫当中来招待伊，来讲哦，你有啥物需要，我会当来为你做啥物，这是人客。但是主人毋是安尼，主人毋是，咱拢是一家人。咱既然拢是即个家庭当中的主人，咱就无搁再分工哦，你是人客，我是主人。所以咱就伫当中彼此来服侍，咱就伫当中彼此来相听。咱无搁再去等人来吩咐人讲哦，你来服侍我。咱无搁再去讲哦，你来帮助我。因为咱每一个人，咱是正做主内面、上帝厝内面的人。这嘛亲像彼得伫彼得前书当中嘛是安尼讲。彼得前书第2章第10节嘛是安尼讲。恁早前未算得是上帝的子民，但是即马你做了上帝的子民。这嘛是彼得伫当中所讲的意思。刷落来，保罗继续讲，恁是上帝厝内面的人，但是安那，恁是受起造伫使徒甲先知的根基顶面，有基督耶稣家己做触角者。伫这当中，甲人讲，恁真做一家人了后，恁是爱安那受起造。受起造就真做，亲像彼得所讲的共款。起造是起造伫啥物根基呢？使徒甲先知的根基，使徒甲先知的根基是啥物意思呢？意思就是讲，咱若咧读圣经，咱就知影，圣经当中有讲拢总有66卷册，伫这当中就讲到新约圣经大部分拢是啥物人写的？大部分拢是使徒保罗写的。啊，搁一寡其他的遮个圣经当中的册，拢是安那？可能新约圣经搁有其他的使徒。亲像彼得、亲像雅各等等的伫当中咧写，所以伫这当中就讲到使徒甲先知的根基。使徒意思就是使徒的册，也就是新约圣经；先知的册就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伫当中，拢总有39卷册，伫这当中其实拢是旧约伫当中的先知借着圣灵的启示伫当中所写落来。所以咱会当知影，咱是受起造伫圣经真理的根基当中，并且有基督耶稣家己正做即个触角者。即意思嘛是亲像彼得伫彼得前书当中所讲的，第2章第7节，甲人讲到，工人所起出来这个石头，已经做了伫触角头当中头一块石头。即个意思就是甲人讲，咱受起造。毋是安那，咱受起造，毋是咱想要做啥物就做啥物，毋是咱想要安怎斗就安怎斗。咱受起造是有一个设计图的，咱有受起造是有一个方向的。咱的设计图就是圣经，咱的方向，咱头一块石头，咱的
当彼得迄个时阵，因咧起厝的时阵，头一块石头真重要。因无亲像今仔日咱咧起厝的时阵，拢爱伫当中咧挖遮个土地，要来打遮个地基。因迄个时阵，因的石头，因就是用石头来起厝，来放做伙，成做一间房屋。所以伫这当中呢，头一块石头真重要。头一块石头就是即个触角石，伊就会决定讲，即个起厝未来，即个厝的方向、厝的形状要成做啥物款。所以头一块石头真重要。咱有即个根基，咱阁爱有基督耶稣，成做咱头一块石头，咱成做咱的方向。所以伫这当中，咱就知影，今仔日咱所要学习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咱成做活石，成做有活命的石头。咱的活命就爱对齐伫即个触角石，也就是耶稣基督。经文甲咱讲，耶稣基督就是迄个第一粒的活石，成做基准的即个触角石。咱因为来到伫主的面前，咱嘛亲像活石共款。咱因为来到伫主的面前，即个来到主面前，伫彼得前书所讲的即句话，来到主面前，其实即句话吼，毋是讲一摆尔。即句话原本的时态，即个希腊文的时态是现在进行式，也就是讲，你是一直不断来到伫主的面前，你每一工爱来到伫主的面前。你每一个时刻爱来到伫主的面前，爱亲近主，你的活命才会成做活石。你的活命才会伫主的恩典当中，伫主的引带当中，成做一个活的石头，成做一个会当起厝、成做灵宫的石头。当咱伫受起造的过程当中，咱的活命就需要不断来对齐基督、耶稣基督即个触角石。当咱的活命甲耶稣基督对齐，咱的活命就安那，就会当行伫正路当中。咱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就会当因为咱对齐耶稣基督，咱会当起造伫一个正确的方向当中。我用一个鼓励来甲各位来分享。这个鼓励是伫这个温彻斯特教堂嘿。伫欧洲，这个温彻斯特教堂呢，是一个真有历史的教堂。这个教堂呢，已经有千几年，要活1000年这个历史。但是呢，虽然伊已经遮尔久，但是其实伊伫这个过程当中是有拄到一个真大的危机。是啥物呢？就是伫20世纪初期的时阵，这个教堂发生一个真严重的这个要倒去的危机，是为虾米呢？原来因发现讲，这个教堂吼，原本因起造的时阵，是起造伫这个沼泽地，就是下骹，其实伊下骹面拢是水，所以伊伫当中，伊起造这个沼泽地的时阵，这个因为伊的地基吼伫当中，伊是用插头来做的，所以伫这当中，这个插头遮的木桩吼，已经泡水吼泡了已经要1000年啊，所以已经安那已经朽坏啊，已经袂当用啊。所以若是即个木桩吼拢安那，即个插头拢坏去啊，安尼即个教堂就会倒去。所以伫这工程这建筑师伫当中来研究的时阵，因就发现讲，若是需要维持即个教堂，安尼就一定安那啦，一定爱伫伊的下骹面，爱甲遮个插头遮个木桩吼，完全拢换掉，换做石头，伊较会当安那，较会当固定就好。所以因就去找来即个潜水员，即个潜水员呢，伊的名叫做威廉沃克。即个威廉沃克呢，伊就安那，伊就成做一个帮站即个教堂的潜水员。伊安那帮站呢，伊就是每一工拢总有6档的时间，6档的时间，伊就每一工伫即个教堂下骹即个水的当中，伫即个真黑暗、看袂清楚的即个当中，伊就干那凭借着伊的
探照灯，啊个安那，就伫即个水的下骹，就伫当中甲即个下骹的即个插头拢甲伊换掉，啊甲即个石头放伫去内底，甲伊放好好，甲伊对齐即个军机。所以伊就安那，伊就拢总6冬的时间，每一工安尼做，一块一块即个红毛土，一块一块石头，就伫当中来甲伊斗好，甲伊归位，甲伊对齐，较互即个建筑物会当伫当中来受起造好。所以伫当中，咱会当了解，当即个教堂伊起了外口看起来起了真水。但是，若是咱无看到下骹面，咱就毋知影原来伊下骹面伊的地基已经朽坏去。咱敢若看到外口看到遮尔水，但是咱毋知影原来伫背后有一个黑暗当中的影响。伫当中6冬的时间，每一工来帮衬即个教堂，伫当中来坚固伊的地基。后来，即个威廉沃克，即个教堂特别为伊设立一个铜像，就放伫教堂的外口，来纪念伊为即个教堂所做的一切。亲爱兄弟姊妹，对咱来讲，咱爱来思考，无论咱的活命行到伫什么款的程度，就亲像咱的教会共款。咱的教会嘛是已经真有历史的教会，咱。即个礼拜堂起了嘛，已经有30-40冬的时间。伫这当中，咱会当来看到，即个教堂吼，外口嘛是看起来足水，但是安那，但是吼，咱敢知影为虾米咱教会爱修宪？修宪就是因为安那，因为有一寡所在，咱可能看起来感觉真正常，但是可能背后已经有一寡所在已经害去啊，需要来改变。需要来定起，所以就亲像咱教会遮个天棚吼，就是安尼。虽然咱看起来感觉真正常，但是咱需要来改造，因为安那已经无搁再会当来继续来使用啊。咱就看讲吼，咱教会当咱教会吼开始讲咱要开始来修宪的时阵吼，其实安那，其实咱修宪还未讨论好，就其他足侪物件开始咧歹，你才知影。咱的冷气啦，咱的冷气吼，就当换新的啦。啊，搁咱的即个监视器吼，外口遮个监视器吼嘛，当换新的。这拢是当咱开始讲咱要修宪的时阵吼，就开始一项一项咧歹呢。所以咱就知影，咱教会是一个真有历史的教会。是其实一寡物件吼，实在是咱已经用甲真久啊。但是咱用真久，咱嘛知影。咱若是要继续伫即个礼拜堂当中来服侍，继续伫即个礼拜堂当中来敬拜上帝，咱需要一寡所在需要改造改变。亲爱兄弟姊妹，伫咱活命当中，彼得甲咱讲，咱真做教会嘛是共款，咱咧去做啥物？咱咧去做的，就是咧去做属上帝的教会。当上帝甲咱组织做伙。互咱同齐来去做教会，去做教会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咱爱来对齐即个去做即个建筑的根基，也就是即个触角即个耶稣基督。所以咱爱知影，借着即个温彻斯特教堂即款的故事，咱会当来思考。其实教会去做，无一定是去做伫一个。真耀眼的这个舞台顶面，更较重要的是伫咱看袂到的亲处当中，咱会当来对齐触角着耶稣基督。就亲像这个威廉沃克共款，伊用伊的活命来为这个礼拜堂来服侍，伊伫当中，伊就来帮助这个礼拜堂来对齐这个根基。咱的活命，咱嘛爱看到。伫咱看外口的人看袂到遮个亲处，是干那咱家己知影。伫咱的厝内面，伫咱的活命当中，咱有啥物所在已经歪去啊，已经朽坏去啊。咱需要对齐耶稣基督，教会会当徛立会牢，
是因为有一群愿意伫亲厝对坐耶稣基督的活石。咱每一个人，咱就亲像活石同款，咱就是活石，咱斗做伙，咱就爱伫当中对坐耶稣基督即个根基，咱才会当来起造成做灵宫，咱才会当来起造成做上帝借着圣灵所徛起的所在。所以第二部分，咱就爱来看，以弗所书伫当中甲人讲到，保罗继续讲，各房刻意联络的学习，渐渐成做主的圣殿，殿也刻意当受起造，成做上帝借着圣灵所徛起的所在。这个意思就是彼得所讲的灵宫。灵宫是啥物意思呢？灵宫的意思就是保罗伫遮所讲的。上帝借着圣灵徛起的所在，上帝借着圣灵踮伫咱的内面，踮伫咱当中，咱就成做灵宫。所以咱就爱来看，咱起造成做灵宫，咱有啥物爱需要学习的代志？第二部分，咱就爱来思考，咱保罗伫当中讲到，各房拢靠耶稣基督联络成做学习，联络成做学习，这个意思是啥物呢？这个意思就是代表讲，建筑师伊是安那真精准的，将每一块石头拢放伫适当的位置当中，甚至是安那，若是这块石头形状无好，袂当甲别个石头斗做伙，安尼就爱安那，爱去塑造这个石头，互这块石头会当安那形状会当改变。较会当甲其他的石头斗做伙，所以伫这当中，每一块石头可能有一寡石头，拢是受到即个建筑师来去安那来去塑造的，较会当变做是一个更较好的形状，较会当来斗做伙。当这斗做伙会当彼此完美来配合的时阵，这开始叫做安那联络得到学习，联络得到学习。所以伫这当中，咱就会当来学习一件代志，也就是讲，咱每一个人，咱拢是石头对无？咱每一个人，就亲像咱头拄仔所讲的这个比喻，咱咧斗家具的时阵，斗家具的时阵，有时阵吼，上困难的所在就是安那，就是当恁两个零件吼要甲伊斗做伙的时阵，就发现讲，啊，这个空吼小细。啊，真个安那，这个螺丝吼小大，安尼安那斗袂落去，安尼要安那做？要安那做，就是爱将这个空盖挖好大嘛。所以将这个空盖挖好大，这个螺丝才会当斗入去。所以咱每一块石头，每一个零件，拢有可能，咱的形状需要改变。他拄仔咱所讲的，咱每一个人，咱都是石头，所以咱每一个人，咱的活命有可能。拢需要受上帝塑造，拢需要受上帝来改变咱的活命，来改变咱的形状，通互咱会当，咱教会会当每一块石头会当斗做伙，会当放伫适合的位置当中。所以这就亲像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伫教会当中彼此来做伙的时阵，嘛是安尼。当咱彼此做伙的时阵，咱拢有需要安那，需要经历一寡的磨合。为什么需要经过磨合？咱每一个人，咱每一块石头吼，咱的形状无共款，每一块石头出身的背景无共款。咱拢有咱原本的形状、原本的个性、原本的背景。咱拢每一个人吼，无有啥物人吼是讲哦，我完全吼就会当甲人完全。斗做伙吼，完全拢适合的，无，拢一定爱那。若是上帝要甲即个人、甲即个人甲伊放做伙，一定爱安那，一定爱去塑造因的形状，互伊会当斗做伙。所以咱的活命需要受上帝塑造，只有经过上帝塑造的石头，才会当安那彼此来斗起来，才当受起造。成做上帝借着圣灵所徛起的所在，所以
伫咱活命当中，咱知影，咱咧斗做伙的时阵，有可能安那石头甲石头斗做伙着安那硬碰硬啊，硬碰硬有时阵会安那会受伤啦。硬碰硬有时阵吼，咱莫想讲吼，咱的头壳吼真硬吼，可能吼咱的头壳咧弄石头吼，嘛是会受伤的呢。所以伫咱活命当中，咱嘛爱来思考，咱石头甲石头吼斗做伙，拢有可能会受伤啦。咱教会就是一群人做伙组织，人甲人当中彼此来去做伙的时阵，拢有可能会安那会受伤啦。但是安那，即个受伤有时阵吼是必要的过程，是因为上帝咧塑造咱，是因为上帝咧改变咱，是因为上帝要互咱成做一个形状搁较适合的石头，会当斗伫安乐圣教会即个灵宫当中。所以咱每一个人，咱会当学习谦卑接受上帝的塑造，互咱的活命会当甲其他兄弟姊妹斗做伙，斗做伙。咱嘛一直想讲吼，我即个人吼，我个性就是安尼啦，所以安那意思就是安那，意思就是我无要改啦。你若要改，我配合吼，是你爱改，毋是我爱改啦。通常我讲即句的意思就是安尼，我即个人个性就是安尼啦，所以意思就是我无要改。所以咱亲爱兄弟姊妹，咱爱知影，咱若是要甲其他兄弟姊妹斗做伙，咱就需要安那，咱就需要受上帝的塑造。对安尼，咱就知影，当咱起做成做一个灵宫，咱的活命就会当开始安那，开始经历上帝伫咱活命当中一个真美好的引带。成做灵宫了后，彼得甲人讲，咱就是成做圣洁的祭司，咱要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这灵祭。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咱第三部分，咱要做伙学习的。咱要奉献咱家己成做灵祭，咱要奉献咱家己成做灵祭，活出圣洁祭司的使命。当咱这个灵宫受起造起来，咱是要发挥什么款的功能呢？彼得伫当中所讲这个灵祭是什么意思呢？伫圣经当中，伫旧约圣经讲到有真侪祭司伫当中献祭，但是旧约圣经的祭司咧献祭是献安那，献牛啊、羊啊，是献这个实体的祭物。但是到伫今仔日新约的祭司，新约的祭司无搁再是咧献这的牛羊，无搁再是献这的实体祭物。新约的祭司，就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是要献属灵的祭物，这就是灵祭。属灵的祭物是啥物意思呢？咱嘛做伙来看，伫新约圣经当中是安那甲咱讲的。伫罗马书12章第1节，咱定定咧讲到这段经文。罗马书12章第1节，保罗伫当中甲咱讲：我用上帝慈悲来肯定，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将咱家己规个人献给上帝，规个人全心全灵献给上帝。这就是新约的祭物。咱将咱家己完全献上当作活祭。搁另外一段经文，咱来看，伫希伯来书13章15节到16节的经文，甲咱讲，恁着定定用上赞正做祭来献给上帝。并且安那唔通袂记这惊神甲官司这个代志。伊的意思就是新约的献祭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用上赞正做祭，这是咱嘴唇所结的果子，咱将这献给上帝。第二个部分就是唔通袂记这惊神甲官司的代志，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祭。是意思就是讲，咱到伫咱今仔日。咱要来献祭，咱毋是献这个牛啊羊啊，咱要来献祭，咱就是安那用敬拜而乐正做祭，用颂赞正做祭。当咱咧唱这个诗歌的时阵，
咱就是安那，咱就是咧献祭。所以咱莫想讲吼，咱每一摆来到伫主日崇拜，讲哦，为什么咱伫当中吼，咱为什么咱伫遮来唱歌唱遐久啊？咱徛吼拢徛袂调啊啦，然后唱歌拢已经喙焦啦。咱莫已经想讲吼，你若喙焦着啉水嘛，袂要紧啦。但是安那，但是咱爱知影，咱敬拜是为虾米？敬拜是因为咱用上赞诚做祭。咱每一届来到伫主日崇拜，咱就是安那，咱就是咧献祭，咱就是咧献祭，用上赞诚做祭，并且唔通袂记起惊神甲悬殊的代志，唔通袂记起咱的手会当做啥物，唔通袂记起咱会当用啥物款，咱所会当做的代志，帮助人，也是讲用咱的奉献来帮助人。咱的手会当帮助人，也是讲咱的奉献会当来帮助人。这就是新约的祭司，咱会当所献的祭。所以伫新约当中的献祭，奉献上帝所约到的灵祭，就是将咱家己的言语甲行为来献上。咱上赞诚做祭，就是将咱的喙唇、将咱的指头、将咱的遮的所讲的话、咱所唱的歌，咱会当来献祭，诚做上帝所欢喜的灵祭。另外一部分，就是将咱所会当做的代志。咱的行为，咱做啥物？咱安那对待人？咱安那帮助人？咱是安那用咱的奉献来支持逐项的事工？这就是咱的行为的献祭。将咱所唱的歌词会当来画出来，将咱所唱的歌词会当来画出来。咱感觉会记起咱今仔日唱啥物歌？咱敢会唱的，大家就袂记住啦，就讲哦，这歌真好听，安尼就敢若真好听安尼尔。咱爱思考咱的歌词咧唱啥物呢？今仔日所唱的啥物歌？像讲咱爱亲近主对无？亲近主，咱爱每一工亲近主，咱爱安那靠主耶稣来安那得胜，靠主耶稣得胜。兄弟姊妹，咱的活命敢有得胜？咱敢真正有靠主耶稣来得胜？咱敢真正有靠主耶稣将咱的软弱变做刚强？咱爱知影，咱的献祭就是咱所唱的诗歌，是真正甲咱的行为是共款，互咱的心、甲咱的嘴、甲咱的手所做的是共款。安尼才是真正的献祭，才是真正上帝所欢喜的祭。所以，各位亲爱的兄弟，当咱的活命当中，咱伫生活当中，咱诚做，咱将咱所唱的画出来，将咱所读的圣经画出来，咱这才是真正会当去帮助人，这才是真正会引带人，互人来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互人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款的献祭。愿咱的活命会当真正诚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最后，我要用一个兄弟伊的见证来做结束。这个兄弟叫做劳伦斯弟兄，这个劳伦斯兄弟呢，伊受人称作是这个伫厨房伫灶骹内面的圣徒。为什么呢？因为安那，因为伊一生的服侍，伊就是伫这个修道院的灶骹当中。伊是伫这个法国巴黎伫当中一间修道院当中咧服侍。但是安那，伊毋是无即当工，伊也无咧讲道，伊干那一生就是踮伫即个灶骹当中，伫当中咧服侍。但是安那，但是伊所讲的话，啊个伊所写的批，互人收录起来，成做一个著作，成做一本册，会当互人来看，一个属灵的即个书籍。咱会当来思考，为什么伊的一生会安尼来服侍？伫伊分享伊家己的事工当中，分享伊家己的服侍当中，伊讲过一句话，伊讲安那，伊讲，我咧
煎卵的时阵吼，伊讲我翻转这个锅里的荷包蛋啊，是为着安那，为着疼上帝。我若无别项代志咧做的时阵吼，我就是对地面上捡起一枝草，嘛是为着咧疼上帝。这个意思是啥物？这个意思就是讲，我咧做的代志，虽然对别人看起来感觉安那，感觉哦，这真普通的代志。这毋是看起来感觉真徛伫舞台顶面，徛伫讲台顶面讲哦，这个人真有温数。无，伊毋是咧做这个代志，但是安那，伊咧做的就是伫背后人所看袂到的代志。但是伊讲安那，伊讲我做这个代志，拢是为着疼上帝。我若有感觉我无代志做，我着出去外口伫遐捡粪扫，伫遐捡一枝草，这嘛是咧安那，这嘛是咧疼上帝。所以，各位亲爱的兄弟，对伊来讲，伫灶骹、伫厨房当中，就是伊的至圣所。伊咧洗碗的时阵，就是伊咧献祭；伊咧切菜的时阵，就是伊咧敬拜。伊的活命一生，伊无徛伫讲台顶面，但是伊的一生拢咧敬拜上帝。伊的一生拢咧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对咱来讲，咱爱来思考，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每一个，咱敢有将咱家己，敢有将咱家己照着上帝的意思，放伫对的位置，放伫合适的位置顶面。毋是每一个人拢讲哦，我要伫台仔顶来服侍，即个舞台吼，嘛袂当徛遐济人啦。但是安那？但是咱无一定每一个人拢是徛伫台仔顶的服侍，咱毋是每一个人拢是咱的名有写伫酒报顶面即款的服侍。但是咱所做的每一个服侍，就亲像咱台语堂开始进前吼，我拢想讲吼，我若是8点来的时阵已经足早嘿，但是其实有一寡兄弟姊妹吼，伊毋是干那8点来呢。伊是安那，可能7点半就来呢。咱8点半开始敬拜，但是7点半就来教会安那，来教会摒扫啦，来教会吼扫涂骹，来教会吼整理遮个环境。互咱来教会的时阵，会看到讲，哦，咱的教会为虾米遮尔水？是因为有人伫当中，伊生来伫当中来看。这拢是人看袂到的所在，但是安那，但是遮个服侍。拢是咧敬拜上帝，遮个服侍拢是咧见证上帝的名，遮个服侍拢是咧奉献上帝所欢喜的祭。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愿咱每一个人，咱会当定心来思考，咱伫咱的教会当中，咱会当怎样将咱家己放伫上帝为咱所备办的位置当中，同齐做伙来服侍。咱教会其实阁有真侪有需要兄弟姊妹同齐做伙，同齐彼此来服侍的所在。所以咱需要做伙来做伙将咱家己献给上帝。无论是伫教会服侍内底，也是伫教会外口，亲像伫社区当中的服侍，亲像伫城安信教会开头的服侍，亲像咱教会吼，阁有去到伫其他无共款的所在，咧做遮福音的行动，伫即个门诺园区即款的福音行动，伫友和日照，伫文兰里活动中心即款的福音的行动，当咱同齐投入伫其中，咱拢是咧做上帝所欢喜的祭。最后，咱就爱来思考，咱去做正做灵宫，咱敢是愿意？对齐耶稣基督即块触角石，互伊的真理来带领咱的方向。咱敢是愿意委心伫即个灵宫的连结当中，接受上帝的塑造，互咱会当甲兄弟姊妹成做一家人。最后，咱敢是愿意活出祭司的这份祭司的使命，伫咱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奉献出上帝所欢喜的祭，即个芳芳的灵祭。
愿咱的活命做伙对齐这三个部分，做伙第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当中回应上帝引带，回应上帝带领，互咱同齐起造咱的教会，成做灵宫。咱的教会，安乐性教会，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无搁再是干那每一礼拜来教会聚会，愿咱是会当愿意做伙起来，起造咱的教会，毋是起造这个教会建筑物，是起造咱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成做即个灵宫，当咱每一块活石会当安那各照各位，放伫适合位置当中。上帝照着伊奇妙的设计图，为咱将咱起造成做一个荣耀的，是对即个世界有影响力的教会。互咱的教会同齐做伙，互咱兄弟姊妹同齐做伙。咱今仔日做伙来思考，今年伫当中，牧师对咱所分享的教会年度的目标，就是咱爱安那课了搁较近，会当传了搁较远。首先，咱爱学习的，咱课了搁较近，咱是怎样会当课了搁较近？互咱的活命会当因为课了搁较近。咱每一个兄弟姊妹靠了搁较近，咱甲上帝关系靠了搁较近，咱的传出去就会当传了搁较远，咱的活命所产生的迄个影响力就会当传了搁较远，互咱的教会就同齐建造伫上帝为咱所备办的根基顶面，同齐成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咱同齐。伫主的面前，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阮仰望你，阮感谢你。每一摆，当阮来到伫主你的宝座面前，阮的活命就亲知，阮是未堪得接受上帝你的恩典，但是上帝，你却是。拯救阮，你却是将你的独生圣子为阮来死，互阮的活命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阮，互阮成做新造的人，互阮成做一个有活命的石头，互阮成做一个会当来起造成做灵宫的石头。主啊，求你来引带阮，当阮伫主你的内面。阮有一个新的身份，阮无搁再做外人甲旅客，阮是上帝厝内面的人。主啊，求你着赏赐互阮，互阮知影阮要怎样伫即个教会当中彼此来服侍，彼此来建造，成做上帝你所欢喜的样式。互阮的教会起造成做灵宫，互阮兄弟姊妹联络得学习，互阮的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活出上帝你所赋予咱祭司的使命，伫即个世代当中奉献上帝你所欢喜的灵祭，互阮的活命，就伫即个世代当中同齐来超找你，来跟对你，用阮的一生建造阮的教会，伫即个世代荣光上帝你的名。愿你亲自引带带领阮的脚步，愿。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时间，咱要伫主的面前来奉献。奉献就亲像咱头拄仔经文，头拄仔咱的讲道当中，咱所分享的，咱毋通袂记住行善甲悬殊的代志。这个代志，拢是咱伫上帝面前所奉献。芳芳的小祭，是上帝所悦纳的灵祭。上帝赐予咱有遮尔济恩典，上帝赐予咱有遮尔济，咱对伊所得到即个金银财宝，这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
这嘛是咱会当所使用来回应上帝听的器具，将咱的金钱交托伫上帝的手中。咱相信上帝借着这个金钱，继续来起造，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圣洁的灵宫，成做一个荣耀的教会，继续伫这个世代当中来引带世间人来认捌上帝。此时，请咱着同齐起立，咱伫主的面前有备咱的心，将咱家己献予上帝，将咱的奉献交托伫上帝的手中。咱同齐来奉献。你的爱你，我要宣告，我愿落地改变。你的爱你，我要宣告你是王。你的爱你，我要宣告，我拖你做的地盘，是你因带予。搁一摆来唱，你的爱听你。你的爱你，我要宣告，我愿落地改变。你的爱你，我要宣告你是王。你的爱你，我要宣告，我拖你做的地盘，是你因带予我的心。靠主耶稣的心，靠主耶稣的心，我的心是靠主的爱的心，靠主耶稣的心，靠主耶稣的心，唔通惊兄失败，亲在主恩更加大，是你因带予我的心，靠主耶稣。主耶稣的心，靠主耶稣的心，我的一生是靠主的爱的心，靠主耶稣的心，靠主耶稣的心，唔通惊兄失败，亲在主恩更加大，是你因带予我的心，是你因带予我的心。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用伊的慈爱来看顾你，塑造你的活命，互你的活命会当甲众兄弟姊妹彼此连结，当受起造，成做上帝借着圣灵所徛起的所在。愿主耶稣基督成做你活命的触角石，互你的活命会当伫主的内面稳固，甲主的真理对齐，伫真道当中成长。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充满你的生活，互你伫生活当中活出圣洁祭司的活命，奉献上帝所欢喜的祭，荣光主的圣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你三个同在，特别要甲你厝内的人三个同在，对他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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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崇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